大家好，澳門市匯集韓國頂流音樂人參演嘅大型戶外演唱會，琴晚喺澳門盛大上演，有近3萬名歌迷入場，場內氣氛高漲。據本澳媒體報道，主辦方表示，首次成功舉辦接近3萬人嘅演唱會，效果非常理想。入場同離場秩序良好，今次參演陣容係韓流最頂級嘅陣容，包括有韓流天王之稱嘅權志龍、BigBang 成員大聲及各個知名組合等。雖然主辦方表示當晚入場同離場秩序良好，但係有網民就喺社交媒體公開咗幾段嘅短片。場內大批觀眾攞起自己嘅摺凳搬到較前嘅位置，完全無視大會原有嘅位置安排。數以百計嘅觀眾喺搬移摺凳嘅畫面相當誇張。另一條片就更加離譜，當中有幾位女歌迷突然間大打出手，邊鬧邊打，攞手機當錘仔打人，互相推撞兼扯對方頭髮，尖叫連連，一片混亂。發帖嘅網民亦都喺評論區交代咗當時嘅情況，表示本來大家都坐住嘅，之後有個團叫大家企起身，佢哋仲唱咗 BigBang 嘅歌，大家都好興奮，因為權志龍嚟啦，跟住大家就更坐唔住啦。等咗一日情緒唔係幾好，然之後有人開始急，跟住人開始衝台，然之後就打起上嚟啦。所以複雜因素好多，隨即惹嚟網民熱議。關注澳門事，了解身邊事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